由着市府经发局主办2025台南国际靠境工业展，将伫8月14号伫大台南会展中心来登场。这届展览由着经济日报执行，甲着社团法人台湾螺丝贸易协会，甲着台湾手工具工业同业工会共同来协办。除了呈现靠境产业顶下游完整的供应链，同时嘛将焦点放伫个 ESG。靠境产业的应用以及国际媒合等。这个扩建展扩建其实是我们最基础的一个零组件那扩建应该是说所有制造业都用得到，就好像衣服没有线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的制造业包括汽车以及我们的一些设备业包括半导体等等还有营建营建如果没有扩建也不行。那所以呢，这个扩建产业其实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那因此呢，我们市政府呢每年都办理这样的扩建展，把上中下游把它集合起来，在这样的一个会展中心来展示那整个一个扩建呢，我们在台南大概有303家了，当然这个是变动的，占所有全国大概1/10的一个厂商，那产值有350亿。应该是有1/5的产值，所以全国1/5的产值就在我们台南市，所以我们市政府很重视这一块，它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产业。扣件就是主要的产业聚落，就是在台南市，所以当然办扣件展最理想的地点，除了高雄市就是台南市这2个地方。那这次是第1次举办，那我们作为一个执行单位，我们除了做好这个展览平台的角色，协助厂商拓展业务之外，我们还办了一系列的媒合会。市府表示，靠境产业是台湾重要的产业聚落之一，具有真大的外销市场。虽然近期受到美国关税冲击，这次的展览嘛将丢设线顶的媒合会，有超过12间的外国买主安排25场以上的媒合。希望借此开拓台湾伫个国际的市场。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